嗨，今日是伯父靠自己的下戏，就是更大飞满就才能比较高哦。因為這種真身四鋪嘅飛滿派夠啦，600萬啫。第一鋪是手兩隻鬼，是當日坐低開好啲第一鋪嚟。都要加打鬼啊！看年人幾鋪之後先發得靜，邊打鬼用到復劇下先啦。一碰直入就叫我。呢度摸到個炸彈就叫啦，還要星期五翻倍㗎。上家打嘅鋪咪佢，帶住個炸彈遊佢3圈咯。有個公爆，心中或者保公公爆啦。哦，冇得保公。下間碰嘅話，個爸爸就會指點我嘅啦，可以廣爆大家。咁依家就唯有等打鬼嘅大風家嚟全爆啦。咁就全爆之後要俾我18分嘅。好，第二鋪，起手一隻狗屬鬼。東南西北中嘅有個點靚到哇收，一嚟就20點打。原來已經揸一隻就叫糊咯。哎呀，仲喺度做乜嚟？跳，錢叫鬼1、4、7、10。誰能給我碰一個？陰公求嘅嘢出手俾上家降咗，依家只可以等1、4數。悶啊，碰㗎。鬼叫對碰啊，碰得出去就有得拖牌。哎呀，碰啊，等到我口奶。真係膽生毛啊！衝到隻新裝，好彩對家食碰啫。多隻小魚對我不離不棄，咁呢度就自摸啦。講咩啊？我夠講爆啦，呢個拍我。咩有1、4數啊？26上家都26點鐘做嚟啫。第3鋪是連裝嘅，真係黐死咗我上家都要加班嘅咪。起手呢就係狗同鬼。救命啊呀！碰 yes。瘋子發財，爭啲打錯，1、2、3、6堂同埋3、6數。用更呢邊，我操！上家好地夾班，買咗個炒嘅炸彈啫，唔緊要啦，自摸啦，睇自己裝，1、5夠東，加埋鬼牌中咗2隻。第4鋪都係最後一鋪比較長，起手1隻白板鬼。冇啊，唔係咁解啊！幾齊裝啊！今天沒有什麼有緣的東西。呢一場嘅發財幾黐身嘅。講㗎。勁。我係話俾我碰。嗱。
叫啦，3、4、5、6、8個數。出手啊！發財唔好再嚟啦！咁嘅咩？我唔知啊，好似冇睇佢哋都破壞咗波牌㗎。溝通一下，我唔使喐啦。OK，冇夠數字麼？我打到2個發財，唔夠。世界中間某個牌中人仔，記得關注，馬上報復。